今次介紹嘅單位係於何文田嘅豪宅 St. George's Mansions， 單位面積約1700尺，3房雙套戶型。設計師以現代手法融合新東方格調打造單位，呈現出儒雅素靜之美。私人大堂區域選用 Andre Full Living 嘅金銀箔松木鞋櫃，而復古牆紙下放置格紋布藝長凳，打造兼具功能與美感嘅門口換鞋區。大門一入嚟，放置咗明式設計嘅白立木玄關台，台面擺放咗戶主嘅收藏品，而左右兩側特色配置雲海圖案嘅影木雕刻門板，寓意福氣盈門。整個客飯廳嘅天花以方圓設計，空間顯得更寬敞，讓整個獅子山景觀一目了然，凸顯大氣儼然嘅氣派。客廳區域選取意大利品牌 Polyform 皮革梳化以及大理石茶几，簡約而大方。旁邊嘅背景牆以米色布藝同金屬元素打造，賦予空間奢華嘅格調。飯廳結合品茶、展示區同宴客功能。Polyform 大理石餐台配備盧志榮品牌嘅特色茶櫃，加上雲石吊燈藝術裝置，以細節呈現出東方韻味。橫梁出風口下規劃電視櫃同埋展示櫃，化解橫梁壓頂問題，更可增添收納空間。設計靈感來自於東方美學嘅內涵同氣質，開放式嘅佈局，大面積咁樣使用咗唔同嘅材質同埋色調比例，配合埋東方元素嘅高級品牌家具，升華生活嘅質感。成個空間結合咗東方嘅禪意同埋西方簡約嘅元素，營造出一個舒適清雅嘅居住環境。輕意式嘅主人房，利用馬鞍皮與布藝設計高低交疊嘅護牆板，展現出細膩層次感。牛皮編織嘅床頭軟包與古銅黑色嘅床頭櫃，更增添時尚個性。另一邊牆身以煙灰木皮與天然草編壁紙設計成高身衣櫃，讓空間散發奢華氣質。走廊右側係男戶主書房。檜木式系統櫃以深藍色編織皮革拼湊樹葉圖案牆紙設計，加入獎牌展示掛架，兼具豐富收納功能，為空間點綴出視覺亮點。書櫃延伸出黑檀木書台，旁邊放置埋 La Suite 玻璃落地燈，凸顯出男主人嘅時尚格調。嚟到戶主媽媽嘅睡房，主要係選取咗淡素色系，就更加高貴清雅。設計師仲親自設計咗有中式花鳥圖案嘅絲綢牆為特色牆，散發住雅致嘅中式韻味。沿住牆面打造成大容量衣櫃，布紋牆紙拼接俄羅斯煙灰色木皮設計，與戶主嘅中式古董家具自然融合。配置假天花、床頭背板嘅滲光燈帶嚟營造出鬆弛氛圍感，細緻之處盡顯心思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要關注我哋 Manny & Kay Interior Design 嘅 YouTube、IG 同埋 Facebook， 收睇更多唔同特色主題嘅室內設計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